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顾兄弟，我知影你怨恨伊，也毋过你嘛毋通安尼折磨伊。人我要带走，我会好好照顾伊。伊是我阿爸，照顾伊是我的责任。有听到无？一个囡仔人就会晓照顾家己的亲生老爸，你做人的某囝，敢会感觉真见笑？歹势，实在真歹势啦！我看今仔日吼粉大家结袂成啦，啊无我叫总铺师先开刀互恁食，等后摆若要搁结婚吼，我才甲恁通知啦吼，歹势啦，歹势。新妇，哎呦，时辰已经过啊呢，这到即马袂转啊，伊是去佗啦？无你是问袂先心啦。已经问10几摆啊，我嘛甲你讲10几摆啊，我唔知影啦。哎呦，真无，伊连结婚相片已经翕好啊呢，只安尼无声无息走出去，无讲伊去倒啊，到即马讲唔转啊，大不应该伊啊，甲咱直接戆啊等。好啦，就算讲吼，即无拍算要甲阿姨结婚啦，嘛要讲一声对无？唔知影伊咧创啥，真无，恁后生阮阿姐。到底是咧想啥？无你是细念，你是念煞袂啦？一个查某囡仔人比我这个老大人搁较杂念。去楼顶啊，先去甲恁文玲阿姨安搭啦。我唔敢，我唔知影要讲啥。你拄则毋是遐个讲话讲到一篇遐大篇，你即马讲唔知影要讲啥？去啦，去有听无啦？哦。喂，歹势，我毋是有叫总铺师，我先开刀互恁食。歹势啦，哎呦，安尼实在真歹势啦。无下回吼，我才请恁食饭，甲恁下室个啦吼，歹势啦，歹势。你也捌知影通转来哈？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呢，你安尼新娘共放个无要共娶，无你走去倒位啦哈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
阿福啊，你自少年就一直孝想讲要娶文英做某，真无简单，食到遮济岁啊，文英才答应要嫁你哦。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，啊你透早就出门啦，无声无息，无到半点仔消息。等时辰过去啊，你才倒转来。无啊，你到底是咧想啥？你到底是有想要人娶啊无啦？阿母啊，我无想要结婚啊啦。哈？你讲啥物？你这个时阵甲讲你无要结婚？无啊，你是将结婚当作囡仔在办公遐啊是？我若甲当作咧办公遐，我是想甲真详细、真斟酌，我才做这个决定的啦。那安尼是为了啥物？无啦，阿母啊，你莫阁问啊。嘿嘿嘿，小等下，我知是因为文英去拄着建昌这件代志对无？阿福，人文英哦是有法度放袂记以前的代志，伊毋才会答应要嫁你。文英都有法度通放袂记伊甲建昌迄段感情，是安怎你无法度放袂记你对建昌迄个怨恨？你是查甫人，心性是安怎咧这话哈？哎呀，毋是安尼啦，阿母啊，你莫黑白想啦哈。毋是安尼，无是为了啥物啦？你是安怎要取消婚礼？建昌毋是别人呢，啊？虽然讲你一直唔肯承认这个事实，然而建昌是你的亲小弟，这个血缘关系是无法度通改变的，你知无？假使讲以前建昌哦，哪有这个对不起你的所在，你嘛应该主动想办法去化解。你不但无化解，搁颠倒将这个结扣在心肝内。表面上讲你爱文英，也毋过若你拄着建昌的时阵，你心肝内都无法度通接受文英啊，对无？阿母啊，好啦，准讲你讲的拢对啦，你即摆免骂我，要拍我，拢无要紧，规定我就是爱结婚啦。你不爱结婚，你不爱结婚，你是叫阿母安怎甲遐亲戚朋友交代啦？你爱知影，因遐拢全欢欢喜喜来要参加你的婚礼，包红包要来给你祝福哦。啊，你即摆讲你不爱结婚，你毋是互阿母真为难。阿母真无简单哦，才会当看到你娶某，真欢喜讲有文英这个新妇。阿福，你敢忍心互阿母失望啊？阿母啊，是的啦。要毋过我甘嘛互你失望，我就无爱因为我娶文英，厝后大家拢咧艰苦啦。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无想要讲啊。你不爱甲我讲袂要紧哦，也毋过文英，你敢免去甲伊讲我清楚是？美乖，你去无用你的啦，阿姨要有代志啦，落去楼骹哦，开遐护理小整理一下，开遐红纸拢拆拆起来。阿姨，啊，这人转来，我一定甲问候清楚，叫伊互你一个交代吼。阿姐，你搁怎样人转来？你知影啥物日子无？阿姨自透早洗身打扮等你遐即马，啊，进步是咧楼骹，一直接电话一直甲人解说，啊，你即马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你也无想要结婚，你来讲一声嘛？甲阮大家拢当作笑。美乖啦，莫搁讲啊啦。阿姐，你若拍算要做一世人的罗汉卡，你去做，啊，毋过你替阿姨想看嘛咧，好无？文英，是的啦，我实在嘛毋知要安怎甲你讲，总讲一句，咱不用结婚哩。是的啦。为
来甲我冤啊！你是不是因为我袂养我，你就甜甜甜不爱讲话？你起来！你起来啊！你起来啊！阿母，唔系安尼啦。你是咧吵啥物啦？你安尼吵会去吵到别人呢？小姐，歹势啦。阿母，你莫安尼啦！你话搁较大声，阿爸伊嘛听无啦。阿爸伊可能真忝啦，你着互伊好好休困，吼。休困，伊甲咱拖落到即马，伊会忝，咱是要安怎？志忠啊，你来讲这款话啦！阿爸伊即马人安尼啊，你敢安尼讲伊？我安尼讲是啥物毋对了？平常时甲阿母玩甲遐尔厉害，即马玩忝嘛，就倒伫遐毋讲话啊，搁会人甲阿母来照顾伊，安尼是要算啥？好啦好啦，你甲阿母带转去休困，阿爸我来照顾就好。去啊，去啊！志忠，志玲，假使讲恁阿爸，但永远拢亲像安尼袂顶当，袂讲话，咱是要安怎？阿母，袂啦，医生有讲过，阿爸医好了后会用做复健，伊会豆豆好起来。等我好起来，偌久啊？1年、2年、10年，我希望伊会当好起来。也毋过吼，伊好起来静静哦，我希望我就死啊啦！阿母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！志玲啊，咱是要安怎互恁阿爸好起来？咱兜已经无钱啊啦，过无偌久，已经厝也无啊。咱三个啊，就要无饭通食，无厝通住，咱是要安怎互伊好起来？这2工哦，咱若交袂出钱哦，恁阿爸就会互病院赶出去啊！伊是要安怎好起来啦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钱的问题我一定会想办法。好，你免搁再操烦啦。你家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，安尼较要紧啊！好，志良，你甲阿母带转去休困，紧啊！阿母，来。阿母，建昌中风啊，这间厝嘛无啊！我一世人用心计较的物件，拢无啊！邱文英啊，当年你向我保证，保证你永远拢无爱记建昌，我才会带伊去救阿福啊！即马，你真正甲建昌还我，还我一个袂顶当、袂讲话的建昌。你还我一个爱我照顾伊一世人的建昌。你甲阿福，即马过着好日子，煞互我甲建昌过着一款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我成全你，互你永远拢过着快乐的生活，互我这个大歹人永远拢消失。
李官甲阿姨已经困了，你有啥物话做你讲。阿福兄，感觉你除了甲我回信的以外，都无啥物话会用对我讲。我知影，你今仔无来找我，一定是为着建昌。杨哥，不管你是毋是有要找我，我一定要互你知影。我既然答应要嫁互你，嘛答应阿姨要照顾你后半世人。这就表示我有迄个心，要将我的过去拢放互袂记。我会记得，你是上关心我、上照顾我的人。为什么你这摆唔肯帮助我？帮助我将过去放互袂记？敢讲，你还阁伫咧计较我甲建昌的过去？所以，你才不会娶我。阿娘，咱一世人做兄妹好无？咱莫做阿妈婆。